伊袂记得月下的细日，袂记得老爷定年款计时阵，你亲嘴讲过，讲你要报恩尽忠督察，讲你要救国救民，敢讲你拢袂记你是？我无袂记你，我承认对你无动了真情，也毋讲袂记你入去以来的任务。但是我入去了后，也冇介意你无见过面，你是要叫我怎样进行连环计呢？是啥物人讲你无来看你？其实是你认真甲人见面啊！也若无，伊现在嘛伫咧大厅等候。啥物？伊真是来？是啊。最近你来，我去请伊来。刁神，这错并不是错在你的身上啊！也毋过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。唉，刁神啊，无对自己来恨中啊！谁恨我义父，伊的心不拉了。也是为伦相，你的义父为伦相，处事天地是改不了，你去饮了，干嘛？无非你已经是变心重，我对你情深是已变重，只是这个阮这白家情，阮阿明咱无缘是。我落地如今只有来负责命，三盏吊镜变冤灵，站站行行来记伫情，为妻由你来保定，皇天画记是不留情。为妻中意你相命，愿为妻死来为妻生。夫将自妻是情小情，你也个
念什么白囝情？你无一生是小中明义啊，愿上强的是受人欺。什么？你到这个时阵，还阁顾念你白囝情分？你啊，老先，你如此愈暗了，我为生无人啊不孝啊，不孝我当水的，到水的，你藏走，就是一条那里不可以跳，李总统最近身体不太好。我们李副总统刚刚出院，你后边敖兵无所在了哈。我们欢送。谢谢谢谢。